彰化县的秀水乡公所举办盛大的活动，请民众甲用水果皮甲乌糖做成的酵素倒入当地反射排水，讲安尼会当降低臭味，改善水质。但是煞互彰化县环保局来洗面，讲这个酵素净化水质并无科学的依据，乡公所无应该贸然来实施。学者阁来补一称，讲这种果皮酵素毋若无法度净化水质，颠倒会造成水的优氧化，影响到生态。净化活动就在各位的手。参加活动民众伫秀水乡长带头之下，将一桶一桶加密式酵素倒入这个反射排水中，希望讲只有这酵素降低水的臭味，改善水质。不过就这一人参加活动，和环保局洗面，认讲酵素改善水质的讲法无科学根据。那毕竟，但是这个没有经过验证的这个物质注入水体啊，目前是比较法令上会有疑虑啦。学者嘛讲，乡公所用的果子皮做的酵素，敢会使分解果子皮，毋若无法度净化水质，佫有可能造成生态问题。反而会造成那个水质的优氧化，如果量太大的话。针对学者甲环保局质疑，乡公所强调讲会提出数字来说明。小物件是纯粹有机的东西啊，当然我们这边我也会请我们协会这边提出相关的这个数据。虽然还未收到环保局正式通知，乡公所讲会先暂停相关的活动，等到双方讨论后，才决定讲敢要继续做。